来看咱台湾哦，一档大约有7500个病人得爱装心率调节器。台大病院今仔是宣布讲，因成功利用一款新的心率调节器，会当互病人的心脏跳甲愈规则哦。今年一个79岁病人，因为化疗的副作用，上严重的是心跳1分钟只跳40下，即马就透过新的治疗方式，互伊的生活会当恢复正常。 原本就有高血压病史，佮加上3年前因为接受化疗，引起心律不整。老小姐先伫爬楼梯时感觉真喘，挂心律不监测，才发现家己的心跳加过每分钟只有40下。医疗团队评估伊的体质较感染无适合，有导线的心率调节器为伊甚至过来头一批的双强无导线心率调节器。我住的是透天厝嘛，那我常常要爬到3楼，我爬到3楼我就很不能再继续，我要停一下，然后再上去。医师指出，一旦心跳上慢，唔但惊流喘，甚至有分期跋倒风险，搁较惊心脏雄雄停起来。过去无导线心率调节器拢是单腔，即会当刺激心室，无法度做心房起搏。即摆双腔无导线心率调节器伫临床测验期间，完成5位患者实质，追踪我3年，患者心房甲心室拢会当维持良好公布性。 过去呢，这种无导线的节律比较只能做到心室的起搏，但心房的起搏，因为心房的结构比较薄，所以你要把一个无导线的机器固定在心房上，这个机器不能太大。 因为心房基层比心室搁较薄，会当将2.1公克的无导线起搏器稳定固定伫心房壁顶，是一段技术突破。医疗团队指出，未来有希望进一步提升心脏收缩效能，造福更较侪病患。目前由原属于自费服务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